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1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透早4点外，屏东市中明市街有徛家火灾，有一个30岁查甫人亲像为着要救猫仔，不幸过往。警方函予台积电禁止7纳米以下 AI 晶片出口到中国。目前太平洋地区有3个风台甲1个热带性低气压，暗时可能结做天土风台，出现广东时有4个风台的历史记录。来看今仔透早4点外，屏东市中明市街有徛家发生火灾，造成1个人死亡。死者是厝主的后生，伊甲妈妈佮有小弟吊伫厝尾顶。本地已经互救出来了，可能是为着要救猫仔，佮冲转去厝里。消防队是表示讲，厝边嘛有3个人受伤送病院，加强救出7个人，有1个人死亡。导火原因爱佮调查。救护车无用咧，甲砸着伤的民众送病院。11月11日透早4点多，屏东市中明市街一搭联动的透天厝发生火灾，有3户拢互烧着。初步调查，有1户外墙互熏甲乌去，另外2户拢有民众砸着伤，也佫有人捌吊伫厝尾顶大声喊救命。第一时间他闻到味道，他先下来跟他们按门铃，我们赶快打电话。哦。伊伫电脑翕，阮当做伊是伫遮翕。有人在话，伊喊什么话我听无啦。消防队到现场了后，甲火拍互花，计共有7个人脱困。姓林的厝主无代志，毋过伊的某甲大汉后生，也佫有厝边一家伙仔3个人，因为砸着伤送病院。细汉后生哪像为着要救猫仔，脱困了后，佫倒来现场，煞不幸死亡。5点时候，顺利救出5名民众，2名送往保健，3名送往屏东荣总。后续回报，3楼发现一名众倒卧于前方阳台，在5点29分的时候顺利救出，呈现 OCA 状态。事发时我就经过看，真的摆上那么多的蓄电池。所以门口那边都是蓄电池，电子的产品就是。火灯咧烧的时，厝边看到高烟一直对姓林的厝主因兜2楼、3楼走出来，怀疑导火的地点就伫咧因兜内底。姓林的厝主透天厝1楼也出现，哪像是电池类的产品，互人怀疑是烧拍电。也毋过消防队表示，导火的原因也佫需要火调人员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小琉球，最近这几档游客真多哦。之前有载游客船冲入去渔港附近的渔船的航道，影响到航行的安全。昨中昼又有一只船去弄到畅水湾，因为事发的地点算是开放的水口哦，无航线的界界。有畅水的教练就呼吁业者来做伙来注意安全。大鹏湾的管理处嘛表示讲会加强宣导。畅水湾浮在水面，大声喝休。屏东小琉球的美林东沙堡外海70中昼发生一桩五六船弄到自由畅水湾的事故，加在有随来发现无造成人员伤亡。确定他们有看到我们，请他们离我们远一点。我们下面有潜水员，但他们就还是从右边切到我们的正前方，可能因为这样被流跟浪打到我们浮球碾过去，导致我们的连接绳断掉。根据了解，发生事故海域是当地正热的畅水景点，常常有畅水客五六船，也个迪拜出现。业者表示，东港船附近是在接爱空气干扰落去畅水的游客。海面上有自由潜水的17个，有4颗球浮球它都是绑在底下是固定的。船长会闪人，会闪浮球，结果他那个浮球应该是没有绑。就我们船靠近的时候，它被吸过来，然后绳子被割断。相信大家都是热爱这片海洋，所以还是要以理解、包容、友善的心去互相面对。人和船的冲突直接发生，也因为当地是开放性水域，无航道或者是畅水的分界。管理处表示会加强宣导。潜水船舶以及潜水业者之间要互为警惕、互为注意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以为大家的安全。小琉球这几年因为游客人较侪，进前就捌发生水上游客走入去渔港附近的航道耍水，着惊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会造成真正的伤亡。畅水教练也呼吁业者之间应该爱保持理性，找出共存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有一个姓池的查甫人，甲厝邻的灶骹改做毒品工厂，伊透过网络学做毒，买一寡感冒药来提炼毒品哦，佮准备要做安非他命，互刑事局抓到，这嫌犯已经移送法办咯。
刑事局大批的远警进入台中大雅一位民体，来到灶卡发现大批的制毒工具。警方7月接到证据，32岁痴姓男子伫咧家己厝内的灶卡设置制毒工厂，当场查到2256公克的第4级毒品甲麻黄碱。徐姓祖贤透过网络自学制毒技术后，竟利用自家的厨房设置制毒工厂，并大量收购感冒药后，从中提炼萃取毒品甲麻黄碱。 进而制造第2级毒品安非他命。警方调查发现，痴嫌透过网络家己学制毒技术，大量收购2000粒感冒药啊，加入化学原料了，提炼甲麻黄碱，所落来准备制作第2级毒品安非他命进前，就去警方抓到。现场还查到大批的制毒器具，目前警方依然伫咧追查感冒药啊收购的管道。另外，初步了解制作毒品是嫌犯自用，并无流出去。全案调查后，将徐姓祖贤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制造第2级毒品，他可能会面临的10年以上或无期徒刑的一个刑责。 警方表示，专案以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制作运输贩卖第2级毒品，会面临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会使并科新台币150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台中报道。桃园一个姓林的肉商涉嫌啥人来投资哦，计共是有30亿的资金，后来伊人就落跑。全台湾大约是有300个受害者。 受害者用尽办法，伫1礼拜内找到这嫌犯，交予警方。也毋过法官是裁定讲20万交保，这嫌犯又搁落跑了，所以受害者是非常的不满。桃园龟山这间冷冻工厂大门锁起来无营业，风声已经退租，肉商讲骗钱搁走路。一个拉一个，一个介绍一个啊！大家都有看到工厂加工厂规模很大。后来5月份到9月，很多人都没拿到。他们是真的很怪，他真的花很多钱去改装里面这样。年前才开始说要在这里做，然后之后4月开幕吧，好像9月还10月，他们就都东西又搬走了。 传出是姓林的肉商用假的营业项目招人投资，骗钱30亿，全台受害者超过300人，加上桃园分局都超过30人报案，要受害者被骗当保释，户头被列为诈骗刑事户头。姓林的被告被桃园地院裁定10万交保了后，佮逃走，引起被害者不满。男子开设公司后，以高报酬吸引许多民众投资。 投资之后避不见面，本分局接获报案，立即展开追查，全案移请桃园地检侦办。针对受害者这期怀疑凊彩帮人，桃园地院表示，法官判断管情资料无够认定，检察官申请羁押所致犯罪事实，因为无羁押必要。经过高院撤销发回了后，也马上依法团估，定数是符合的，无凊彩帮人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积电的高雄南马溪的厂区旧的中油高雄炼油厂，目前是长的时间哦。伫8月底的时阵，发现微波段的碎片。今仔早起9点外，厂商在整地的时，又搁发现亲像有微波段，随着报案，警方嘛随通知军方来到处理。画面上这物件亲像就是微波段，警方一定去现场有封锁线。 陆军的特别军团指挥部嘛派人来处理鉴定，指出讲这个炸弹已经无安全的疑虑，会依照程序甲伊毁掉。中国国台办顶个月甲前联电的董事长周兴成等人来做台独分子，宣布讲会来实施停改。周兴成今仔开国际记者会，批评对方甲维护台湾主权的人讲做是台独，用一寡无聊的罪名来恐吓。 伊嘛请律师对国台办的主任、各发言人来提出告诉。攻击我这些所谓的罪名，实际上是在颠倒黑白，在斗争啊。而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民，我是在尽我国民应尽的义务。法律将来结果怎么样，这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们立场，我们要坚持，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一个外国，你一个中共国，无权恐吓我们。
在记者会结束了后，遭刑刑的律师嘛去台北地方法院提告，各大班的官员违反刑法的戕害危害安全罪，文件嘛传互对方。面对中国的指控，遭刑刑嘛表示讲中国拢在乌白外乌。咱再来看立法院的财委会，今仔又搁发生冲突咯。因为民进党团质疑顶礼拜的调集委员陈玉珍3分钟就初审通过财委会的修正草案，听事有问题。今仔早起因主张审查无效，也毋过哪位抗议要求随表决。民进党的调集委员赖慧媛是采视，副委员轮流发言。哪位陈玉珍是批评李亚讲顶礼拜因讲拢无讨论，是在乌白讲。那了立委起配人冤家，立法院财委会11邀请主计长陈淑珠、审计长陈瑞敏列席做业务报告。不过，民进党团质疑顶礼拜财委会的初审，调委陈玉珍3分钟就甲条文念好了，送出委员会，听书有真大问题。吴秉瑞提案，顶礼拜审查无效，应该袂当卡进议事录。那也立委随举牌抗议，还阁批评民进党籍的调委赖慧媛，敢处理提案唔敢表决。严重的违反了立法院的议事规则，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审查应该算是无效的。也就是因为基于这个无效，我们认为这个议事录根本不应该给予确认50几位的民进党委员上来发言，在场刚刚说的每一个人都上来发言好多次，针对财报的内容哪一个条文不适合都有上来发言，所以说没有讨论，这个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连亚党团坚持议事有重大的争议，应该交互调野协商，而且甲那亚化讲，爱相信立法院长韩国瑜有协调的能力。那亚立委是批评执政党化假搁出来乱，要求大家赶紧开会，各种预算会当顺利审查。我尊重，但是清楚是一些撤回大家的不要。财委会修法的争议未少，高雄市长陈其迈质疑那样的版本有修改的条款，加出3%无公平。台北市长周万安回应讲，应该增加营利事业营业额分配比重。我们认为应该是要增加营利事业营业额的分配权重，来呈现地方政府财政鼓励的指标。我们最期待的是，只要经过充分的讨论、合理的分配。大家先求有嘛，再求好。校友义强调讲，财委会修法是地方的需求，话讲地方甲中央都要共同来面对。不过，立法院财委会调也持续讲防，财委会修法的争议，伫短期内恐惊是真好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古巴的南部初10号，少年所发生2起规模5.9到6.8大地震，有偌济人死伤，目前阁无了解。古巴前一阵才拄到风台甲大失电，即摆又阁发生大地震，民众的生活是真无平静。古巴的南部连续发生2遍强烈地震，将在厝的墙尾砖甲落来，表面壁唇、厝顶崩来，道路顶的电火条也摇摇摆摆，将在民众惊甲走到厝外。发生者报道，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报告内面讲，这2遍地震容人1点钟。第2遍的规模6.8，深度23.5公里，震央伫咧古巴东南部格兰马省马托洛梅马索南边40公里的海底。因那第1遍规模是5.9，震央差不多东部、中部拢有感觉。En otras ocasiones hemos sentido sismos, pero no tan fuerte como se sintió ahora. 地震发生的时阵，古巴的百姓也讲伫咧大停电、甲飓风拄过境的困境。吹落飓风拉斐尔侵袭古巴的西部，造成国家电力系统中断，几落百栋厝损害，几落10万人撤离。伫吹背部分地区已经有电，不过也未修理好势地区的民众生活是真无方便。古巴伫10家才受到飓风奥斯卡侵袭，电厂故障停机，全国大停电，修理阁无顺利，真侪所在发生小规模的抗议。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的总统大选了后，罗西亚伫初9出动145台无人机发动攻击。同一时间，乌克兰嘛针对罗西亚的本土发动无人机的攻击。美国的总统当选人川普初7已经有甲罗西亚的总统普京讲过电话，来讨论乌俄战争。
互无人机攻击过了后，面嘅厝炸了，居民来回找找无摕到的物品。罗西亚猜到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攻击，拢总发射145只，创下战争中一般暗时攻击的相关记录。乌克兰南部港市奥德萨真侪建筑物受损，也有2个人受伤。Как было страшно, что звук, потом затихающий звук этого мопеда, и все, и сюда уже контакт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в этот дом. Ну, а меня это так взрывной волной на полу нашла. Это секунда. 乌克兰空军表示，已经拍落62架无人机。乌克兰随后也对莫斯科等6个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罗西亚国防部讲，炸落84架，也毋过因为其中一挂无人机瓦紧，造成2个主要机场暂时关起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出，罗西亚顶礼拜使用800多粒导引炸弹，大约600架无人机，加我20粒各型飞弹攻击，佮一般呼吁美国提供防空系统。Тут у Європі на континенті достатньо ще систем ППО, які можуть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Україні справді надійний захист. І це не можна зрозуміти, коли ППО просто стоїть. Стоїть без діла тоді, коли кожна система може врятувати сотні, а то й тисячі життів. 另外一方面，华盛顿邮报引用地震人士的讲法，川普初次已经甲罗西亚总统普京通会讨论俄乌战争。川普建议普京唔通升级战争，佮提醒伊美国伫欧洲有真大的军事安排。同时，也提起乌克兰的领土问题。川普向普京表示，有意进行进一步的对话，两者针对俄乌战争的解决方案进行讨论。川普捌伫选战期间表示，会伫1天之内结束俄乌战争，不过并无提出具体做法。公司新闻地为您报道。巴勒斯坦甲以色列元首因为加沙战争嘛影响到全球。伫17日乌巴杯伫阿姆斯特丹会举行的时，有几啊载以色列球迷互攻击。14号伫法国巴黎，阁有一场以色列甲法国的骹球赛。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讲，伊会去看这场比赛。巴黎警方嘛会出动4000个警察甲1600个工作人员来维安。这两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地图卡去大声喊，警方想要将伊救起来，也毋过伊拒绝。车早伫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水坝广场，大批挺巴勒斯坦民众违反禁令，伫街头示威，要求赶紧结束以色列伫加沙的战争。根据路透社记者的报道，警方是伫地方法院批准市议会的示威禁令了后开始行动，除了驱离示威民众，还有就100人互警方逮捕，带上警备车，搁载到市区接释放。另外，有一名示威者伫冲突中受伤送医。Free Palestine! Free Palestine! 初十的事件是初7球赛爆裂冲突的延伸。比赛了后，反犹太球迷对以色列球迷以拍了逃走的方式攻击，有人安尼受伤。迄日有真侪人互逮捕，当局就下令禁止集会3日，接落来佫延长4日。以色列提醒海外公民注意以示威名义的暴力攻击。מדובר באנטישמיות מסוכנת שמטרתה להפוך את היהודים ומדינתם לחסרי ישע. מיד לאחר ההתקפה הנפשעת התקשרתי לראש ממשלת הולנד. הוא אמר לי שהוא מתבייש, כך הוא אמר, מתבייש. 这是以色列会到法国巴黎继续进行欧洲国家联赛的赛程。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要出席，到时阵会安排4000名的警力，佮加1600位体育场工作人员确保维安，严防伫阿姆斯特丹的攻击冲突佮发生。公司新闻为您编译。过来消息来看，热带性低气压 TD29上近今仔暗时会结做天土风台哦。到时阵西北太平洋的海域会有4个风台，这嘛是过去毋捌发生过的。气象专家指出讲，这是因为今年的太平洋高压特别强哦，这个两尾形成的天土风台，可能会伫7礼拜5到拜6接近台湾哦，无可能会增强做中度风台，要爱特别注意。拜二东北季风阁增强，透早北部甲东北部感受是有较凉。新北市局部地区透早低温有19.3度。拜一开始到拜三透早，受风台接近外围云系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也有大台北三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大水雨。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也拢有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还有大台北山区，甚至要注意这种下雨的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东部比较偏山区的部分的话，下雨情况也是比较明显。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局部零星的降雨发生的情形。目前西北太平洋顶悬 TD29号继续发展，都要乘做今年第25号风台天土，到时阵来阴性风台甲万亿风台也无减弱消散，会有史上以来11月西北太平洋同时有4个风台历史记录。
天气分析师指出，主要因为今年太平洋高压无正常强势地势，目前北平冷空气路段无明显，号召当时十分的活泼。太平洋高压顶着这个西风系统，其实也让出南边的很多热带扰动发展的空间，也就造成台风一颗一颗的在这个太平洋低纬度的地方形成。第25号天兔台风，那预期它可能是在这礼拜5到礼拜6的时候最接近台湾。其中对台湾可能有直接威胁的是准天兔风台。分析师指出，准天兔施行了后，可能北越，甲时阵北平系统太平洋高压加风台三边的势力互动依然有变数，风台可能沿台湾东部海边上北，要无时有无时向南海行。大家对路线依然有无同款的看法，要继续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连续几夜的风台影响森林里期的稻仔收成比英国减少2成以上，所以价销嘛起。西内农会涨100台斤是收1260块，这嘛是有史以来上悬的价销。挂稻机伫田里来回的挂稻仔，最近森林的日期就进入采收期。不过受到前一阵连续几日风台透大风的影响，地势拍切减收等等的问题，有农民表示收成至少减2-3成。风台拍过了，拢差不多今年的产量1200斤尔。以往呢？以往你2期这单个1500啊，损失足多啊。你看是足水的无？问题就无产量。农民表示，这稻仔外观看起来真水，品质真好，不过详细甲看，其实拢是拍切。平均每分地至少减收200-300斤。因那西内农会表示，今年日期淡切的价销嘛，因为安尼创下历史新高。以早呢，甚至有1000出而已，今年的价销是创了历史新高啦，因为咱台湾的淡切价销也嘛才关系，淡切100台斤有1260块。西内农会表示，英国日期淡切的开盘价销大约100斤1100块。虽然去年日期稻同款受到小犬风台影响，淡切的上悬价销来到100斤1230块。不过今年10月是个连续撞到几日风台，各地稻仔倒去的情形愈严重，才会致使今年日期淡切的价销搁再创下历史新高。敢会影响到民生米价，也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推动找头路的时，薪水公开透明，劳动部讨论要修正就业服务法，薪水公开的标准只要超过5万块，拢爱公开，嘛袂使搁写讲见面才参详，打算讲明年会来启动修法。点开求职网站，伫深水大区这边常常看到便宜这2字。不过，按算为明年开始，劳动部推动就业服务法修法，未来若薪水不到5万，拢爱公开薪水范围。因为劳动部统计，公开薪水上路6年来，总共受理440件检举，开发55件，开发率干那12.5%。我觉得就是写清楚，让我也可以就是直接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我就了解到，这是不是适合我的？可能你会至少有个底在，就不用再去当面再去讲。为主计总处数据来看，国内计薪族年会分布分做2个区，首先是20岁到24岁民众，月薪不到3万的人数有28.8万人，比率47.1%。第25岁到19岁，月领不到3万，要14.9万人。65岁以上是占国内计薪族群的一半。社会新鲜人，他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个薪资议价的这个经验比较不足，可以让他们可以保障工作的权益。为保障促进人员的薪水议价能力，未来薪水不到5万的头路，拢禁止写便宜。不过有金融业者认为，爱全体适用，才能对薪水的透明有帮助。做全部揭露这样的原则，我想对于这些谋职求职的劳工来讲，更透明的资讯更有助于他去判断他的求职的机会。薪资呢，这个越透明化的话，也会跟着这个比价效应往上推升，有助于提高这个新鲜人这个薪资的一个这个拉抬。劳动部按算修法了后，应包含的透露范围差不多是9成，不过有其他经济专家认为，找头路应该提升自我的能力，将提悬薪水谈判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打房，中央银行提出第7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目前高级客家的房贷上济只会当贷3成。统计指出讲，今年全台湾高级客家的交易量，头名是台中市的西屯区有481件，第2名是台北市的大安区，第3名是台北市的中山区，嘛拢有200件。我中校复兴站的这栋大楼边仔还阁有百货公司，位伫台北市的黄金地段，平均总价大约4亿。镜头转去北市中山区，也有不少大楼建案，当准备兴建。大楼高息，亲像无受央行打炒房政策影响，不过一般民众有感觉触价偏悬。一样贵吧，不超过20年，基本上至少都上百起吧。只有往上调吧，越来越贵而已吧，越来越买不起了。根据房屋交易的实价登录资讯，今年全台大楼交易地区第1名是台中市西屯，交易件数481件，年减3.2%；要过台北市大安区年增8.3%，中山区则是年增32.7%，新竹台北年减12.7%。房市专家表示，不是央行打炒房的力度无够，是甲落地啊深的换厝的人有关系。台股呢站上2万点，再加上今年的贸易余额呢持续的飙上高峰，资金泛滥情况之下呢，赚到了钱，把钱呢拿来换屋。目前央行大楼限贷底限，北市是7000万，新北6000万，桃园、台中、台南甲高雄是4000万。大楼贷款上济只能贷3成，民间团体认为政府打炒房伤晚，目前只会当为改善居住问题来进行。我的民众，就算我买不起，我也让他住得好，我觉得这才是政府现在真正要去解决的问题。那一方面当然是说我们盖社会住宅。何世昌认为，央行实施第7波信用管制了后，今年第4季触价犹原处伫盘整阶段，预计生活供给量势会持续伫明年第1季也是第2季，触价有希望降5%。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民众买逍遥饮料杯仔的塑胶膜，说因我甲我的祖国一刻嘛袂当分割。民众就质疑讲这是统战，业者后来嘛有声明回释咧，讲因是买较少中国制的项目已经停用了。台中市中明路这间阿辉豆腐糕是一间连锁店，虽然伫网络有袂歹评价，不过最近有民众买这个餐点，却是发现副餐的饮料封口塑胶膜顶面竟然印着意思统战的标语，写着我甲我的祖国一刻也无得分割，真想去上传网络分享。其他民众是有无同的看法。对我们来讲是不太好，因为有一些可能，比如搞不清楚的，他可能觉得没关系，但我是觉得自由是很重要的这样。有什么法律什么去避免它嘛？对不对？应该没有强制性的动作，可是我觉得这是他的自由。对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店家，就不要来。业者事后经由文理声明来核实的，讲因为节省成本无家己设计制作，而是经由购物平台采买中国制较高水图案的塑胶封口膜，已经使用几啊卷啊拢无问题。唔知影讲不动文理是藏伫其中一卷内底，就已经全面来停止使用了。今年8月，在云林才发生饮料封膜出现中国统战的字样，同样的事件在今年11月的台中又再次发生，混杂在正常的封膜产品当中。这不仅让厂商难以预防，措手不及，也令消费者留下不好的印象。民意代表讲，云林8月有饮料店要用这个印有统战标语的塑胶封口膜，而且标语的内容、设置甲排版，拢甲台中发生的案例拢同款，真可能就是中国政府要求这个厂商所做统战小手段，中央甲地方政府也是爱小心防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透早6点01分，逢甲大厦伫屏东旭海成功发射第2期的单节混合式小型的科学研究的飞机哦，飞行的时间大约75秒，高度是6.4公里。团队昨2届发射失败，经过调整，今仔总算成功了。团队嘛表示讲，甲去年比起来，今年的进步真侪。听到逢甲大厦研究团队欢喜发休的声音，11早起6点01分，天才打拍破光，单节混合式小型科学研究火箭 SHSR Aero 2顺利升空，大家心情嘛总算会当较轻松，因为前一天2届点火拢失败，经过调整了后，总算伫正人的5棒之下成功发射出去。今天的点火雷管的位置啊，要在最佳的位置，然后我们的控制面板的所谓的电池的部分呢，我们也都有保证啊100%的电力啊，所以
因为这样子的调整之后呢，今天的发射啊就能够顺利成功。火箭平均的推力是1255吨，总飞行的时间差不多75秒，高度是6.4公里，有符合测试的目标。连续2年参与计划的成员是搁较会当体会这一切拢真无简单。甲前一届火箭计划制造来比，这一届上界困难的就是系统的转换，为着要放大推力，甲氧化剂为气态改造是液态，真侪数据拢会重新测试甲修改。我们去年打的系统跟今年打的系统，它其实差异性还蛮大的。那在这短短1年内，我们要去改变这个就是系统上面的设置。会改善升级了后的系统，还有团队家己研发的多功能感应模组。团队认为讲火箭的成熟度是比去年加进步真侪。这嘛是国科会伫屏东旭海设置的第期科学研究探空火箭发射场域所发射的第9期科学研究探空火箭，希望继续提升学术界研发制造火箭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又有新的诈骗手法咯，有诈骗集团假做是监理站寄假罚单给民众，爱民众点连结去立罚单。为着要阻止诈骗哦，中华邮政最近就家己设计 AI 反诈骗的模型，咱做伙来了解。无论寄收包裹、手镜头啊，同齐都完成。这类业务愈来愈便利，所有民众收到邮件，讲有包裹无领，赶紧点连结，结果佫是诈骗。我在想，应该是也可能会有人会相信吧，这好像是真的一样。我觉得应该是你可能有钱没有提吧，或者说还是包裹没有拿吧，这是最普通，因为邮局的它的业务大概就是这些嘛。有中华邮政来看起来像官方的口罩，其实也是假的。有人照指示梳理口罩密码，存款防盗领。面对诈骗乱象，中华邮政各出招。建制我们本公司专属的 AI 防诈模型，我们预先就是把这个一事一偿的这个客户，把他就是找出来以后呢，我们先设控了以后，然后他的这个账户就不能够再继续骗其他的客户的。自建 AI 模型搭配大数据，侦测异常口罩，中华邮政通报警方之外，也捌查到哄骗的钱。也毋过为邮局到几啊间金融机构陆续封无名，甚至有人收到假罚单邮件。提起交通违规无处理，爱点连结纳款，监理单位提醒唔通点选来路不明的连结。诈骗集团就是看准这一点，民众平常都有使用金融的部分。那再者呢，假冒金融机构名义可能比较容易取信于一般的民众。国内诈骗案件大致在审以业费单位，更较有不法集团假做各机关监骗。警方提醒，只要出现要求提供告知的行为，拢爱紧急打动啊，注意是诈骗。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统计哦，肺癌是国人癌症发生人数上多，每期确诊比例上高，佮有死亡率嘛上高的癌症。健保署对10月份开始要来提供第3代的标靶药物，大约有4000个肺癌的朋友会当受惠。健保一档哦，就要支出80亿。黄先生90多岁妈妈，去年年底因为严重喘甲真厉害，甲家嫂看医生检查，确诊是第4期肺腺癌，而且带有 EGFR 基因变异。因为年岁伤过大，无法度开刀，也无法度化疗，所以选择自费，让妈妈用肺癌第3代标靶药物，甲即马肿瘤缩小，生活品质也明显的改善。本来我妈的右肺那个癌细胞那扩散得很大，但是用了那个标靶药物，那在短短的时间里面，那已经缩到一个局部了。甲黄阿嬷同款的朋友也阁袂少，根据卫福部统计，肺癌每年新增加差不多1.8万的患者，而且肺癌是发生人数上侪，晚期确诊比例上高，死亡率上高的3关严防，对个人健康造成真大冲击。为降低肺癌死亡率，健保署为今年10月开始，针对晚期肺癌 EGFR 基因变异患者扩大给付第3代标靶药物，差不多有1/4肺癌朋友4000多人受惠。第3代药物呢，因为它专门针对这个所谓的抗药性的基因型，那也对这个传统的这些常见的基因型那是有效的。我们的国人的肺癌的特性啊，那么特别是女性很多都是非吸烟者，那么跟国外有很大的不同。那所以这个在治疗上也必须要有特别的这个策略。
邱总良指出，这种感情信号，每人每年优惠差不多115万。申请上路了后，甲原本使用人健保一年优惠支出会有80亿，也创单一药品年支出相关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研究官信公司为了要消停华人的观光，甲信公山车再来台湾，要互民众体验信公司传统的仪式。伫初九的游街的时候，有民众所发现讲，车队上头前的车顶头的 LED 竟然出现上述才会出现的历史。后来发现讲是外包的行销公司出题，实在是真离谱，嘛对日本真歹势。长7公尺悬4.5公尺，总动车过2栋的信公山车，伫前导车山岭下来到花莲的东大门夜市来游街，真侪游客等咧欣赏。因为信公山车已经有300年历史，互日本政府指定真侪无形的民俗文物，是当地祈福传统仪式。后民众伫天桥欣赏，却是发现喊过情形，前导车、播音车 LED 灯顶头竟然出现电加警导这壮丽的名词。什么千秋永别？什么意思？这个啊。民众讲是想喊过啊，原来是承办的行销公司租用播音车时无查明用途，也无加 LED 灯的电源给关起来。毕竟百密必有一疏啊，好，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只能够跟厂商说，下次在举办任何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仔细。行销公司发出声明，经审困核实的，强调负起所有行政的责任。官府是回应讲，已经要求对方不再搁犯相关的错误。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水上是中南部上大的仙草的山区哦，水上办仙草节的活动，推出真侪仙草的产品，那么做伙来看卖。配合老师的说明，参加行塔的人唔通参观地方的庙寺，搁伫庙埕用仙草来做物件。嘉义县水上乡举办的仙草节活动，带参加的民众来了解台湾第2大种植仙草的山区。要食猪肉，唔要开猪咧行路，唔要食仙草茶、仙草冰，唔要看仙草站。今仔日来遮，互大家认识，这是足好的机会。嘉义县水上乡仙草种植面积将近14公顷，是中南部生产仙草的山区，受到顶一阵风台影响。大约造成6000万的损失。为了要来推广在地产业，乡公所争取农村水保署的补助，举办活动来消解仙草的食食。农民啊，伊嘛毋是讲假种尔，伊即摆嘛知影讲伊的物件，会当佮透过包装，有新的通路，而且呢，佮会当带动人潮，有人要去到水上乡。仙草其实足济拢去水浸死，为足济区嘛无收，所以村头剩3成，所以即摆今年农民介绍做好，因为厂商拢随，你只要有，伊就随来再造啊。乡公所表示，因为风台的关系，今年仙草花开的状况无讲介好，所以今年仙草节的活动以地方产业的历史甲社区适能教育做主题，希望透过浸水池的内容，唔但提升乡内产业的环境，嘛向民众推广在地特产。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白旗哦，是台湾新引进的果子的品种，食起来香个甜哦，果子肉是幼绵绵，亲像在食冰淇淋，所以有人嘛家叫做冰淇淋果。屏东九如哦，有农民试种5月到10月大出，也毋过目前的产量是阁无济。农民甲落仔拆落来，确认果子敢有够分，一粒搁一粒青皮果，号做白旗。香个甜，口感真幼，但能烧甲冰过，食起来若像咧食冰淇淋，所以嘛有人讲是冰淇淋果。屏东九如都有农民甲白旗引入来台湾种，逐当产季5月到10月限量卖人客。白柿原产中美洲墨西哥，因为它外形像柿子，而且果肉切开是白色，或者淡黄色，所以幼名就。台湾把它取名叫白柿，它其实跟柿子一点亲戚都没有，它是芸香科，反而是柑橘类的远亲。农民讲白旗冻热佮冻寒，土肉排水好，就拢会种植。毋过因为是新果子，但也是要继续改良，来选出籽较细、较有卖品种。引进台湾早期都是零星种植，或者是研究单位，比较没有各方面的文献。大家都在摸索，所以会持续种很多品种慢慢去摸索，慢慢去进步。
因为即马白起伫台湾也种无济，变若到产季是无够通卖。农民表示继续研究，若推广成功，会来大种，互愈侪人食到天然冰淇淋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西印度印度有真丰富的天果卫生措施，所以有超级水果的称号。屏东的万丹有农民种要一架地，嘛用有机的方式来种植，那么做伙来了解。甲一粒搁一粒红叽叽的果对树顶漫落来，农民讲这是西印度樱桃。西印度樱桃的果粒呢，它维生素 C 非常高，它的抗氧化能力也非常高。西印度樱桃原产地伫咧热带美洲，成熟的时绿红真青色，维生素 C、花青素加营养成分真悬，所以有超级水果的封号。不过西印度樱桃采收较高工，佮因为食起来真酸，就要费时间来加工。我们当天采完，我们当天就要压汁。压成汁之后呢，最主要的我们是把这个汁呢送去代工厂，然后呢来给它做一个冷冻干燥的方式呢做成粉，呢，然后呢再来做一个推广到这个市场上面。西印度樱桃咧处理较费心神，所以伫台湾较少人大种。毋过屏东万丹有农民种买一架地700丛西印度樱桃树，佮专工采用有机种植，就是希望人食健康，嘛袂去破坏着环境。我们就直接割草，也不能用除草剂，我们都是用一个驱虫的方式，而不是用农药的杀虫的方式，所以比较费力，比较费时。虽然较高工、较费时间，不过农民对种植、采收、佮加工有关是一点仔都无凊彩。要趁3月至11月，西印度樱桃大出的时，提出好产品，并入去健康消费市场，甲超级水果推广好，愈侪人客知。记者综合报道。早期嘉人的八斗仔港边拢是站仔船，渔民就爱3只船一组，做伙出海去掠鱼。时代转变站仔船即马是愈来愈少咯。国立海洋科学博物馆最近就办一个工作坊，邀请民众做伙来体验早期坐船的技术。侪囡仔甲家长围伫即只船仔船边啊，替船身抹红点彩。这是国立海洋科学博物馆办理的坐船工作坊，所有人共心做伙完成即只船仔船，体验传统的坐船工法。即只是茶做的船，所以我特别带囡仔来到底去做即只船。第一届我唔参加，第二届我感觉，有啊，我都规只船拢做好的时阵，我感觉这是较好，对囡仔来讲就有意义的。就好省诶。他们台语怎么说？真的准。为什么会想要来？好玩。另外，家长也分享，即马真少囡仔知影船是安怎做出来的，而且这种传统的工法更较罕得看到。海科馆也表示，船仔船上早伫清朝末期，八斗仔东北角这带近海渔业，拢会用这种茶头做的船仔船掠鱼。不过，即马船拢是用玻璃纤维做的，港边已经真少看到船仔船。即马伫咧万里听讲过有一台2台船啊，有放伫咧海边啊，毋是要来掠鱼啊，是保存起来，是毋是去作业的船啊，所以即马即种造船的迄个工业已经拢失传啦。海科馆也表示，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即马真少人使用船仔船。不过，船仔船这款传统的坐船工艺，是祖先为着趁食一路行来的累积。内底有早期渔民的智慧，甲对生活打拼的精神，这也是现代渔业会当发展到今真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海科馆甲海委会合作，伫8月份就有先教民众用茶头做船仔船，趁一个礼拜办理彩绘工作坊。未来也希望透过更较侪船仔船的体验活动，互更较侪人来认捌八斗仔的船仔船，学习渔民打拼的精神。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家人报道。来看香港的酒量有一寡地震后才有的料啊，迄当时有真侪中国的难民逃到香港有人直接一大就半死人。这几片呢违章建筑年底之前就要全部拆掉来改起社会主体咯。香港的地沟岭有400年的历史，当地有香港芝麻子村的3个廖厝村之一。廖厝村伫咧香港的郊区常常看到。1940年代，国共内战加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真侪中国的难民走到香港，互迄当阵香港的人口自60万雄雄增加到200万。英国统治的香港政府一时之间无法度处理遮尔侪难民，就超过30万人沿着山坡起正简单的铁皮厝、石头厝加茶厝，住几世人。嗰陣時好開心嘅，好多街坊街里
行出行入傾偈啊咩，我哋以前成日燒嘢食啊，打邊爐啊。寮厝其實就是違建，即寡居民非法佔用政府的土地，或者是伫私人的農地頂頭起一寡臨時大厝。香港前特首林鄭月娥2019年的施政報告講要甲香港辦公協會合作，甲寮厝拆掉改建真濟社會主體。地姑娘第一期拆除工程7月開始，按算伫2024年年底規個拆了。樣樣都唔捨得㗎啦，你搬咗住喺呢度嗰個狗竇係咪先？你唔好理我。俾我咩都有狗仔喺度，我都 OK 噶嘛。Impact of squatter housing are tremendous. On the one hand, we see that with squatter housing, government have to resettle the squatter with public housing, and to cater all these people, they build a really tall public housing to cater all the people. 根據房子強嘅研究甲觀察，英國統治時期嘅香港政府辦設立寮厝控制小組。因的作用是防止寮厝愈起愈多。若是有居民要起新的、较俗的寮厝时阵，控制小組就會對監視器內面看到，要求因隨拆掉。若無就袂互即寡居民帶入去寮厝村內面。所以一寡人就找監視器翕袂到的所在，就是沿着山坡去寮厝。公司新聞沈樂培編譯。來看日本社會高齡化、個少子化有超過4成的磚頭量要消失咯。佇兵庫縣有一個磚頭，舊年為一對少年阿母生一個阿嬰仔，這個囡仔即嘛真做是規個磚頭的寶貝。兩歲餵之主笑甲真歡喜，伊毋但是因爸母的心肝寶貝，也是兵庫縣四爺爺村唯一的囡仔。四爺爺村人口無到60人，居民大部攏是65歲以上的士大人。20多年來，攏毋捌有囡仔出世過，一直到做 IT 資訊產業的賈堂帶着牽手離婚搬來遮，村內面才有少年人。規村的人也甲兩歲餵之主當作家己的孫。ナチスと何十年も付き合っててじいさんばあさんばっかりでしょ、変化もないでしょ。ところが赤ちゃんという自分でもだから若い頃思い出した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ね。はい、自分の子供が可愛かったと、そういったイメージが実態として実現したわけですから。这就是系村长泽山也讲到少年的家庭一家伙啊，笑甲真欢喜。日本有要甲2萬的社區，主要人口的年紀攏超過65歲。四爺爺是其中之一。村內邊真濟所在攏看無人，為了要增加人氣，真濟所在攏有菜甲人變大紅啊。這麼紅啊的數量竟然比華人還佫較多。こんなとこにおったら嫁の来てもない言うてみんな。三流大学でも4流全部出したんですわ、どのお家も。それがもう帰ってこんようになってしもて、大学出てほんでやっぱしお勤めがねそっちの方行きますや。教堂一個會啊，這嘛是村內寶。厝邊隔壁是大人，常常送因種的農作物加煮的菜來互因，一個鬥相共顧囡仔。對全職主婦的離婚來講，受到村民的照顧是真幸福的代誌。也毋過，毋是每一個日本女性攏願意留佇咧莊卡，為了要避免偏遠地區的女性人口一直減少，為生養囡仔提供支持的傳統措施，已經無法度說服少年女性。專家建議，佇咧職場就要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包括提供平等的生活的機會，再加上政府的措施加社會觀念的改變，才有可能慢慢改變這種情形。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輯。福爾摩斯是真出名偵探小說的主角，相關的連續劇佮電影的作品是真多。英國電影學院最近就修復古早用底片翕的電影，那麼做伙來看賣。款好行李換一頂帽啊，坐佇椅仔頂。李波這個時陣出現一句話講：我親愛華生，為什麼你無講早安？這是英國電影公司1921到23年之間製作的45集福爾摩斯探險集系列電視劇，甲2部長片，攏是無聲音的默劇。因故時間久了，這個影片愈來愈後 ，BFI 英國電影學院就重新修復這部默劇電影的底片。I'm particularly excited to restore these Sherlock Holmes films to the public because
They've not been available before. 以前电影拢是用加工的底片翕的，为了要保存这几60万卷的底片 ，BFI 把底片收藏伫咧会当控制温度、湿度的仓库内面。国有资料储存加管理公司 Iron Mountain 的资金斗3工，自2019年开始修复20多点真久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影集。This film is a nitrate print from 1923. As you can see, it is quite damaged. We have lots of split and broken perfs and also tears in the film. 一般的电影底片头甲尾的所在上容易歹，所以才开更加侪时间来修复。像伫咧北河街主题区一个10秒钟的开场的画面，就无几落工才好。因过一寡影片中段只要几分钟就好势。规部影片是总共用几落百点真久来进行修复。修复的影片伫今年拄则结束的伦敦电影节有放映，真侪观众伫咧皇家音乐学院现场的配合之下，欣赏这部1920年代作品。公司新闻，但是当朋友。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